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一隻萬寶龍嘅手錶啊，網邦。咁網邦其實啲筆啊做到非常之成功啦，咁啊手錶就都做得幾好嘅，不過個定價可能偏高啦，咁啊所以就新錶冇咩人買，個個買二手，因為二手啊非常之抵啊。譬如呢一隻就都非常之抵玩啦，咁就9500蚊嘅，咁又有功能又有月相啦，39mm 錶徑，一個就銀色嘅錶面啦。係啦，咁就挑字嘅，另外12點用上羅馬數目字啊。小秒針就冇嘅，不過呢度咧就係一個日期啊，指針日曆啊，藍鋼嘅針同埋一個月相嘅，咁就一個就拋光打磨嘅錶圈啦，咁就拉絲打磨嗰個錶殼啦，咁就呢度有兩個掣啦，分別係呢個8點位同埋4點位嘅，咁呢兩個掣啊獨立校，呢個就月相同埋嗰個日曆嘅，一個就星萬寶龍嗰對花嘅嘥咗個框啦。係啦，一條就叫做5G 帶啦，咁條帶都有啲使用過嘅痕跡啦。係啦，咁啊拋光打磨嘅都 OK 嘅，狀態還可以。咁頭戴設計啊，一個就 MB410啊，呢樣機芯似 MB410嘅機芯啦。頭戴度其實都幾唔錯下嘅，因為佢都幾有誠意啊，都做到頭戴可以欣賞下機芯啦，同埋啲夾板啊打磨都幾 OK 嘅。咁一個蝴蝶扣啦，咁兩隻扣起咗嘅，撳掣就開啦。咁啊上手俾大家睇先，咁啊39mm其實就適合一般人個尺寸都啱嘅，係啦。咁樣我戴上有啲位冇額外格數係咁多嘅啫啦，仲有啲位應該大約178冇問題嘅，上手其實都非常之唔錯。咁無論你睇鋼帶大驗咗鋼帶，配條皮帶都係相當之唔錯嘅。咁呢個錶其實就有證啦，有盒嘅，咁呢個盒啦，咁呢張就嗰個證書啦，咁寫有啲喺度有埋個印嘅。9500蚊，咁啊歡迎換下錶，中意朋友直接就 WhatsApp 我 Lam 啦，93391858嘅，咁記得訂閱我頻道啊，喺下面留言支持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嘅，多謝各位。